Hello， 姐妹们，今日配小拆山，今天给姐妹们推荐一个经典的一个小拌豆包啊。然后这款包呢是一个折叠小航空礼盒包装发货，再有一个这种的折叠的航空小礼盒包装，说见即所得的小包装啊。收到之后呢就这个包装，顺人之流超级好。再打开航空的小礼盒包装，里边有一个单独的小黄色折叠盒，再打开有一个小贴小片，还有一个绒布的防尘袋的小包装。来吧，这个小拌豆包它是一个老演员了，然后这个现在是现货，姐妹们啊，给姐妹们出一个小视频，它这个版型真的很正，姐妹们你收到之后就知道了，看整体的这个小版型啊，一点哪褶都没有，看整体的这个小角度，它这个底边呢是 PVC 的小材质，然后颗粒感也很好，做的是这种对花的小工艺，然后上边所有的包边呢配的全都是一个别彻皮的小包边，正面这个位置做的也是这种小对花的这个小管，两侧是这种牛角的一个小感觉，这位置有一个全钢的小拉头，再有一个小贴兜，绒布的小内衬，然后再打开精准小对花全拉的这种的小拉链啊，里边呢是有一个这个小肩带，然后还有一个金属小链条，绒布的这种的小内衬啊，后边有一个小贴兜，这位置有个小贴层啊，空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小包就是很经典很百搭啊，然后再打开它的小链条，咱们可以给它挂在这个位置上，挂在正面这个位置上，打开，我把肩带安给姐妹们看一下。来了，姐妹们，肩带安上的一个小效果啊，然后给姐妹们讲解一下这个肩带。这个金属带就是很简单，咱们可以掖下背或者放在前面当装饰。然后它有一根这种的一个宽肩带，这个宽肩带呢它是多功能的，你正常的话这种是可以掖下背的，然后你要给这两侧打开呢，拉长之后它可以斜挎背啊，就可以斜挎可以单肩，这一根肩带调节。然后安的时候，姐妹们要顺着肩带的这个小弧形，如果你要是发现它这种起层呢，它重合不了的起层呢，就是你安反了，你要顺着这个小形安上就可以了。礼盒的小包装，姐妹们绝对的一个高性价比款啊，推荐。